本港今年第一次受到強烈熱帶風暴近距離威脅，8號東南烈風或者係暴風信號發出近5個鐘頭。強烈熱帶風暴克格比挨晚嘅時候最接近本港。天文台預計凌晨過後，風暴對本港嘅威脅先至會解除。崔威儀報道。本港天氣由朝早開始已經轉壞，強風夾雜住大雨，帶咗遮都冇用。雨勢落下又停下，但係風勢就越吹越強，海面嘅風浪亦都越嚟越大。受到強烈大風暴克格比影響，本港目前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62公里，預計會喺挨晚最接近本港。天文台話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會持續多一段時間，不過改發更高信號嘅機會唔大。克格比呢，仍然係距離香港一個較為接近嘅距離嘅，咁就8號風球呢，就仍然係生效嘅。咁就至於話要解除8號風球嘅威脅嘅話呢，就相信呢，就係要到凌晨時分啦。克格比過去幾個鐘頭已經為本港廣泛地區帶嚟幾十毫米雨量。天文台預計週末嘅天氣仍然唔好，間中會有驟雨，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措施。無線電視記者徐慧儀報導。咁杜韻呢，而家就喺紅磡碼頭㗎。喺杜韻外邊嘅風勢而家係點啊？而家呢度咧可以話係風雨交加啦，風勢非常之咁猛烈，咁海邊亦都不停有大雨咧係過嚟岸邊㗎。而一睇下海面嘅情況咧，亦都可以感受到咧風勢有幾咁猛烈。咁見到海咧係不停有白頭浪咁樣湧現。講翻呢，喺之前呢8號風球懸掛之後呢，有大批收工嘅市民同埋學生喺同一時間湧到去車站度搭車翻屋企。咁雖然天文台喺2個鐘之前呢已經發出咗預報，咁但係有市民就投訴話公司冇提早俾員工離開，導致人潮聚集。由陳海欣報導。返緊工嘅人喺8號風球發出後都提前放工。喺九龍塘火車站，大批市民同學生同一時間湧去搭車，大堂同月台都逼滿晒人。要上車就要諗下辦法，逼唔到上去嘅就唯有再等另一班。除咗火車站，好多人都趕去搭巴士。喺紅磡海底隧道入口嘅巴士站，啲人多到排晒上天橋。尖沙咀多個巴士站亦都逼滿晒人，每架巴士嚟到，大家都湧上車。每架開走嘅時候都逼到咁。有市民話，天文台早喺12點已經預報，話會發出8號東南烈風或者係暴風信號，不過公司唔俾啲員工提早走。咁遲先走，堆埋一齊嚟。其實天文台預2個鐘頭都係預你啲人疏散走啫嘛，應該係逐批走好啲嘅。中環、上環情況亦唔好得好多。好你隻腳要痛。等幾耐啊？等成個鐘頭啦。荃灣地鐵站嘅巴士總站一度有成千人等搭車返屯門元朗，人龍一直沿住通往一個屋苑嘅行人天橋咁排。海上交通方面，港內外渡輪航線陸續停航，要趕搭尾班船就要做埋短跑好手。仲有再跟過嚟啊！等。由於打風落雨，各區嘅主要道路一度好擠塞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海欣報道。而家呢度風同雨呢已經比較早前呢係細咗一啲噶啦。咁雖然而家打緊風呢，但係仍然呢係有市民呢專程嚟到碼頭呢度睇浪噶。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晒。